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部分廣東話韻母係 O 嘅字，例如路、步、蘇，喺普通話入邊韻母就係 U 嘅呢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廣東話嘅複元音化。上次講到單元音 E 演變成複元音 A 係近代廣東話重要嘅音變，而呢一個音變其實仲影響到兩組韻母，就係 U 變 O 同埋 U 變 U。U 變 O 主要出現喺中古漢語嘅無韻字上面，即係布、土、掃等等嘅字。呢啲字嘅韻母喺中古漢語係讀作 U。睇翻上次1866年嗰幅地圖，裙帶路嘅路字就係標作 Lu， 加埋喺中古漢語入邊係牙音同埋喉音聲母嘅字，例如虎、胡、烏、烏等等嘅字。冇錯，就連古、姑、故三個字喺而家嘅廣東話都係讀作 U 音嘅，可以證明到早期廣東話入邊上面提到嘅字本來都係應該讀作 U 音嘅，只係後來生出咗韻尾變成 O， 同上次嘅 E、A 一樣。而家 U 同 O 亦都幾乎唔會接相同嘅聲母，只有聲母 G 係例外，可以分別接 U 同埋 O 成為故同埋告兩種唔同意思嘅字。但係 O 韻嘅告字等等都係豪韻，並唔係上面提到嘅無韻，所以佢哋並唔係喺 U 嗰度破裂出嚟嘅。翻嚟呢幅地圖上面，大埔墟嘅埔字係標作鋪而唔係鋪嘅，亦都可以見到當時香港嘅廣東話正處於 U 變成 O 嘅過程之中，可能處於 U、O 兩種讀音混用嘅狀態。同時，大家望一望大埔墟嘅墟，會發現佢係標作墟而唔係墟。呢個就係第三個複元音變化 U 變 U， 可能用粵拼睇嚟，兩者係冇乜關係嘅，但係其實由佢哋嘅國際音標就見到噶啦。U 嘅韻尾唔係 E 音而係 U 音，所以佢嘅規律同前面提到嘅 E 變 A、U 變 O 係一樣嘅。呢個變化多出現喺中古漢語嘅三等餘、餘韻字上，例如隨、女、具等等嘅字，而餘韻嘅支張組，即係而家廣東話聲母係咋、擦、實、呀嘅字，例如豬、柱、書、語，就冇發生音變，通常都係讀作 U 音嘅。所以除咗咋、擦、實、呀之外，其他聲母嘅 U 音字先會對應翻普通話嘅 U 音。比較一下三種變化喺粵語各地方言嘅分佈，可以見到佢哋係平衡嘅，即係有發生 E 變 A 嘅地方，通常都會有另外兩種變化。反之亦然，可以見到佢哋係同一種形式嘅音變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探討更多廣東話嘅音變啦，拜拜。